美国参众两院协调了后，将公布上届新版本的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针对台湾的部分呢，包含甲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列入去，也若军事援助台湾的经费上限会达到美金10亿，而且要求两国呢，伫咧无人机也个海巡领域来加强合作。不过，本地的参议院的版本所建议的是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若这部分却是去互汰掉啊。 Happy 85th anniversary! AIT 处长郭立言甲咱外交部长林佳龙决定庆祝促进台美人才交流会全球领袖人才参访计划 IVLP 85周年，也宣布明年会伫台湾准会举办美国建国250年展览。IVLP 已经串联起190个国家，超过23万名领袖，其中也包括1300位台湾学友。 这些连结不仅打造出专业人才的网络，促进合作，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台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美国政府与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未来台湾会继续与美国以及全球民主伙伴携手合作，为印太地区及全球的和平、自由与繁荣 贡献心力。不伫咧2004年参加计划总统赖清德强调台美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和平。而讲这个时阵，美国参众两院经过协调了后，公布上新版的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台湾的部分，包括继续列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军援台湾经费上悬1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313亿，并且要求美台伫咧无人机开发、生产，抑个海巡联合训练加强合作。不过本来参议版本内面有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被删掉，或者认为是这件代志相过敏感。因为这个议题比较敏感一些可能要白宫拍板定案。但是重点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它。2025年的国防授权法，其里面就有这10亿美金非常类似的内容。 可是川普2.0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做。或者讲法案的相关内容，展现出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力量。不过美国行政部门是不是会照会做，也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